这是咱生活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，就甲恁同款。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啊、花、溪流、湖和动物。有影呢，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。今仔日是啥物人要带咱去看大自然有啥物神奇的咧？是维米。嘿，是高子耶。好啦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今仔日要来讲啥咧？风景还是说？泰国的哪天，你敢袂使讲互我听？草啊，海洋，天顶的咧，日头，云啊，云南的奥马是啥物咧？所有一切，咱身躯边所有一切，说，泰国无说啊，啥物都无，你看袂着说。蒙古的阿切嘛，你敢觉会使互我一个提示？水气、土气是空气。Ecuador 什么？你要讲的敢是空气？哇，这真困难呢。云南的奥马会当互空气看会着。阿切嘛，带咱去看因伫蒙古对抗垃圾空气的步数。泰国的那天和伊的朋友在放风吹。Ecuador 什么？在研究咱是安怎喘气的。阮是米啊 ，Camilo 加 Ender， 我是 Samuel。阮住伫厄瓜多，你敢捌注意家己的喘气？你目睭开开时喘气上顺，咱吐气，搁吐气。你会当合喙，还是开喙安尼做？若是咱徛对面相上，吐气搁吐气，就会当感觉着空气。你会当互你的喙皮膨起来，你敢做会到？咱跳足紧的时，会有一寡趣味的代志。咱喘气会变足紧，咱的心脏嘛会跳真紧，你真正听会到。喂咪，喂咪。维米，若风真头的时，可比讲伫海旁，你会当利用空气放风吹。你爱不时甲线比我按，原来行气效果嘛袂歹。若是风吹飞袂起来，小可用线甲伊扭较悬咧，风就会软入去下底，风吹就搁飞起来啊。
维米是咱的地球，维米，咱的地球是一个了不起的所在。伫咱地球的北极和南极足寒的，有雪有冰。遐个囡仔衫穿出烧的，嘛介意伫雪内底耍。遐就是奥玛和因朋友住的所在。芬兰遮足冷的，即马是寒人，遮有足侪雪。阮长个试看安怎才看会到空气。天气足冷的时，你会当看到家己吐出来气。咱吐出来气比外口的空气烧济咯。嘛会使伫窗仔安尼喷。雪温泡内面嘛有空气。伫雪温泡内出世。若是一粒雪温泡落伫涂骹无破去，你甚至阁会使看到伊结冰。你敢有看到迄幼幼的白线？迄是冰。咱有温暖的火，含烧烤烤啊，有够赞！你看烧烫烫，咱会使伫杯仔喙看到水烟。我是阿许金啊，我住伫蒙古。阮遮寒人足冷的，空气嘛常常足歹的，拢是汽车啦。阮伫外口嘴暗爱挂条条，安尼才袂输着垃圾空气。幼稚园的空气真好，老师为着要互阮喘气的品质较好的，就为大自然找一寡撇步。阮困倒的时，放青白蕊伫水内，味足好闻，会当互阮喘气较顺，困较落眠。维米是咱的地球，咱的地球是一个了不起的所在。伫咱的地球的北极和南极足寒的，伫咱的地球的中央，不管是拢足热的，迄就是哪天大的所在。你敢知影？马草会使伫空中飞足紧的。
马草是一种发伫潭仔边，也是溪流附近的食物。马草生做人草啊，毋过加较大丛。奶奶，你爱说你，甲叶仔了开。干那村中央的骨，都你长哥哥。了，甲叶仔拗落来，自己将头仔快伫草骨内骹坐落来，赶紧甲叶仔丢后壁，中央的骨仔就会飞出去。失败了个，呀！ทำไมนาทีชอบไก่ 弟弟，阮住伫下瓜岛，阮嘛会晓分散分铺，风足紧就甲因吹无去啊。有一寡花是用风甲纸传出去的，譬如讲小金鹰，若是你走足紧，有一寡纸会飞出去。阮要来凹纸飞轮机，甲纸对凹，互飞轮机的头尖尖。其实啦，顺你的意思来凹就会使。家规内拢空气会飞起来。咪咪。阮当咧做一个空气探测器，你若逐个喷风，就会使看到空气。你会使判断空气敢有位窗仔也是门入来。旺角寒人足冷的，冷空气位遮入来。
敢是因为虫啊？才讲遐济空气入来呢。 Iya. 毋是，无冷空气为即细虫仔灌入来，要做温暖的。我说是日头前无。无，才无冷空气入来。遐，卫生时空遐。 阮用枕头啊，甲空气挡咧外口。阮是空气探针，阮已经发现冷空气是为倒位来啊。你敢嘛会晓？ 阮用空气来画图。嘿嘿。嘿嘿。这是咱生活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，就甲恁同款。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啊、花、溪流、
鹅和动物。有影呢，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。空气是咱大自然内底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咱需要伊，互咱来喘气，伊互物件会当飞起来。而且你会使用喘气来创造好耍的怪物仔。就感谢 Samuel、Elma、Natty 和 Achitma。听听，当然咯，爱特别感谢伟美，甲咱所有人可做伙。